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了后，就对北韩放出善意，伊甲边境心理战的放送头拆掉，嘛减少军演。即卖也传讲北韩这边态度有较软啊，嘛决定要甲因的放送头拆掉。不过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却出面否认，讲这件代志无影无迹，是南韩咧喊面。为着回应北韩，一直放粪扫气球去南韩。去年6月，苏当时的总统尹锡悦，和南韩军方伫边境扩大设置心战广播的放送头。即马1年过啊，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达2个多月，为着促进南北韩的关系，主动把这个放送头拆掉。우리군은오늘부터대북확성기철거를 시작하였습니다. 이는 군의 대비태세에 영향이 없는 범위 내에서 남북 간 긴장 완화에 도움이 되는 실질적인 조치를 시행하는 것입니다. 几天了后，南韩的军方马上撤掉北韩，把边境40多台放送头其中的2台拆掉，因为李在明政府的善意，冇得到好的回应。不过14金正恩因小妹，也就是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，透过官方的媒体调动社发声明，甲南韩呛讲因是家己想家己对，嘛用标题口说讲，少年5万拢是空虚梦想尔。金宇正除了否认北韩有甲任何的放送头拆掉，嘛讲无想要改善甲南韩的关系，嘛袂甲美国、韩国坐落来对话，所以北韩无咧要求南韩敢是有甲放送头拆掉，暂停心战的广播，嘛袂延后或者是缩减美韩的军演。不过南韩的合同参谋本部嘛回应讲，北韩是无想要互看做是咧回应南韩，才会派金宇正出来放掉。每一年抓人固定的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。一直自由护盾，会伫8月18举行。这场军演的目的是因应北韩愈来愈严重的核武威胁。不过李在明为着提出善意，已经把今年40场实弹演习内底的20场延后去9月份来进行。公视新闻，洪祖美编译。